就是一次拿1个月的。对。有没有担心说昨天中央公布说桃园医院有1户染疫的？其实不会太担心就是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其实都还是要给他们加油打气吧。我觉得，不用太过恐慌嘛。OK， 好，就是该拿的药还是要过来拿。当然，对啊，毕竟有1个月多。昨天部长在透露出是这个部桃之前，您就知道了吗？还是说之前不知道？桃园人应该都知道。你如果常来的话，其实他有些同业不知道一些画面，其实就算没有出现那4个字，一看就知道了。家里人知道说你现在拿药特别有跟知道。那上车等下酒精喷一喷嘛，这样就好。做好消毒，防疫做好。对。OK， 好，谢谢。那这关报告大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2例的本土的案例那一位是医师一位是这医师。那因为大家进去我们的隔离的病房隔离负压病房替原来 COVID-19 确诊者在医疗中的确诊者那因为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进去插管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在1月8号，从回顾起来，他觉得有一点点的症状。那到1月10号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报告医院，然后采检确诊。那是838那839是护理师那不过呢，他们基本上在判定上应该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应该是他们算是密切的接触者他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在这里面，大概是在社区，这里面有2个案例，一个是在医院的一个医院感染，那一个是在社区的感染。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从昨天下午开始，就紧急发动了所有的疫调，跟所有的医院里面必要的一些处置。初步来看，这个病例在医院里面并没有造成。院内里面有这样的感染扩大的情形那我们匡列了非常多的人原来是匡列442匡列了442人，那今天早上又在匡列了22人，那所以我们刚才是在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里面采检了464人总共采检了464人，那全部都是阴性。那这是在院内那院内我们除了做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些采检之外，我们在里面在暂时里面初步先决定在医院现在是在住院的部分只出不进。那838的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相对比较完整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的大概有3个地点：大江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门市、那正宇五金行、桃园国际店。这是838的一个相关公共场所的一个足迹。那至于839他有跟我们讲了一些的他有去过的地方。那桃园卫生局也根据他的一个口述。去相关的地点进行消毒，那有一些也今天也停业。那不过我们在进一步的在核对，基本上有一些区域他去过的是在他感染期之前的，那他只是凭着他的一个印象里面讲出了一些地方，那所以我们觉得这应该要更精确一些，所以现在跟警政单位在核对，透过这些相关的这些系统，然后还有一些。相关时间再跟他再对好，那下午如果我们这清楚，我们随时会给大家来公布。那以上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